第49章第1節，雅各叫伊遐個囝來，講：恁攏自急，我要將恁日後所有拄着的事，甲恁講。雅各這個囝，恁着自急來聽，着聽恁老爸的話。流便啊，你是我的大囝，我的權勢，我的氣力的起頭，威嚴的特色個，權能的特色個，總是你親像水在滾。的確未得到龜頭位，因為你爬上恁老爸的面床，迄時你拍拉三伊爬上我的鋪，西面里面是兄弟，因的刀劍是凶惡的器具，我的心神啊，你毋通甲因同嫁無，我的身份啊，你毋通甲因的會眾聯絡，因為因挺起受氣害死人。因出在意思掛斷牛腿的大軍，因的受氣說報通咒詛，因的憤氣殘忍也是通咒詛。我要分開因佇雅各家，四散因佇以色列族。猶大啊，你的兄弟要學落你，你的手要刺對敵的頷頸，你的老爸的囝要拍敗佇你的面前。猶大是細隻師，我的囝啊。你對所繞着的面就上去，伊屈落，伊天骹親像獅，也親像母的獅，治水加熱伊。第10節，權柄無離開猶大，佇你的無離開伊兩支骹的中間，到示羅來，列邦攏要歸伊，縛伊的驢仔佇葡萄樹，縛伊的驢仔囝佇好的葡萄樹。用葡萄酒洗伊的衣服，用葡萄汁洗伊的衣裳。伊的目睭因為酒來紅，伊的喙齒因為奶來白。西布倫要徛去海口，要做拍船的海口。伊的界要到西頓。以薩迦是勇的驢，倒佇羊條的中間。伊看安靜最好，看土地最水，按鏡頭打底。誠做勞苦的奴僕，但要判斷伊的百姓，親像以色列支派的一個，但要做羅尼的蛇，路中的毒蛇，加上馬蹄，騎的人向對後面落去。耶和華啊，我有聽候你的拯救，加得要互軍隊追逼，總是伊要追逼因的骹後邊。第20節。亞瑟要出好的美牛，閣出王所食的好米。那弗他利是頭棒的樂母，出好聽的話。約瑟是熬結果子的樹枝，伊的樹枝伸出牆外，射錢的人大傷害伊，用錢射伊，困逼伊，總是伊的頸有原顏，伊的手也得到有力。這是對雅各的全能的手。對這就有出牧者，以色列的石盤，也對你的爸的上帝，伊要幫助你；閣對迄個全能的，伊要賜福你，要用天頂降落的福氣，深淵所藏的福氣，以及食冷生產的福氣，攏要互你。你的老爸所祝的福氣，也給我的爸公所祝的福氣，直到永世代的山嶺。結頭的邊界，這福氣要降落佇約瑟的頭殼，臨到迄個甲兄弟特別的頭殼頂。便雅憫是後八拆的豺狼，早起時食伊所繞着的，下昏時分伊所搶着的。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，這也是因的老爸對因所講的話，甲因所祝福的。攏是照逐人的福分，甲因祝福。伊閣吩咐因講：我要倒去我的列祖遐，恁著將我埋葬佇赫人以弗倫產年的血，甲我的爸公上所在。第30節，就是佇迦南地萬里的面前，勒比拉產年的血，迄個血甲殘是亞伯拉罕對赫人以弗倫買做業，來做蒙地的。佇遐埋葬亞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，閣佇遐埋葬以撒甲伊的某利百加，我也佇遐埋葬利亞。
迄躯田甲迄内面的血是对迄人买的。雅各吩咐伊遐囝明白，骹蹶上床就开灯，倒去伊的列祖遐，